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一句话讲，班宜唔知把，这个意思就是讲一个人不知足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就是班，保安班读第5条。读班这是读鼻音，班就是俗的意思。咱讲班宜，卖当讲是得到无正当，或者是假的好处，像咱讲互人占班宜。这个文音咱颠倒较常听到，读做编保演编第7条。简单的现的，咱讲是编的，像讲买编的编菜、编卖人、二编。啊，若好势，咱讲物件宽福编。临时的，唔是正式的，像咱讲便福、便衣、便球。看情形来处理，咱讲到时便看。若是安怎就安怎，像讲阿明便若是有钱就开了。也佫有排泄物，咱讲是小便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轻便车，嘛有人读做轻便车，有人直接讲轻便。这是日本时代一款货车，特别铺铁基路斗链啊，4个架斗得高，后壁2支会当控制车向前行。第2个词读做食便领现，嘛会当讲是食清领便。这是形容一个人敢若会晓享受生活，唔知讲这是别人辛苦所换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一寡所在有轻便铁路公司，有在地产业啊，招民众出钱来做轻便车事业，收入真稳定，会当讲是食便领现。一直到客运汽车兴起来，才慢慢排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便，这是文音；另外鼻音读做板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